，GroupBuyer.com 着數優惠，1560港元就可以入住長白山萬達喜來登度假酒店，體驗濃厚嘅東南亞度假風情。快啲透過 GroupBuyer 預訂啦！酒店坐落喺長白山國際度假區，行去萬達廣場、薩滿博物館都好方便。一踏入酒店，即刻感受到濃濃嘅東南亞度假氣息。大堂設有小朋友娛樂區，客房空間寬敞，夠晒小朋友走動玩樂。房間暖氣充足，將窗外嘅寒冷完全隔絕，仲有喜來登獨有嘅睡眠體驗之床，保證你瞓個好覺。第二日精神爽利。長白山萬達喜來登度假酒店位於長白山國際度假區，鄰近萬達廣場、薩滿博物館等。豪華大床房，步入酒店能感到濃濃的東南亞度假風，大堂小童娛樂區以及大氣的客房能讓孩子們可以有足夠的空間活動。豪華雙床房，房間裏暖氣充足，將寒冷隔離在窗外，喜來登獨有的睡眠體驗之將床帶給你一夜含眠。浴室、健身房、大堂吧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